难忘的一节课，文录音阿嘉。会记得国校的老师在上课的时，捌讲过黑人凯勒的故事，互阮听。佮小解伊写的册，教授互我3天的光明。伊的一生伫无光无声的世界内底度过真侪冬，犹原意志坚定，对未来充满希望。这使我真感动，忍袂住后甜目眶红。老师为着要加深学生的印象，决定互全班来试看觅咧。老师吩咐大家先去教室的外口排队，2人一组，线落来，逐组拢分一个目罨，其中一人爱先用目罨甲2蕊目睭扎起来，互另外一位同伴来领带。我头一摆做体验，敢若在冒险，眼前一片暗迷蒙，东西南北找无方向。会记得迄当阵，我心肝头噗噗呛，虽然一手有人牵条咧，也是真紧张，另外一手搁伫半空中默默游。好佳在有老师的鼓励，我踏出第一步。一条走廊，我逐工拢行几若摆，明明真熟悉，即马煞亲像久在扫，感觉路途遥远，长落落。我一步一步豆仔煞，这种速度是要迟时才行会煞。后来我的 partner 讲，要落楼梯啊！我想讲，大海啊！平常时无注意，毋知影楼梯一层有偌悬，等下若踏无好势，撞落去涂骹坐，迄着真晒面皮。我甲 partner 的衫扣安安，逐步拢爱先试踏，因为骹手伤过慢，造成后壁大塞车。听着同学直直吹，我愈惊吓，身躯皮皮颤，想要行较紧的，又搁毋敢，心情愈假假。伫混乱当中，这个活动总算结束啊！虽然才用去短短半点钟的时间，我煞感觉袂输经过1世纪遐尔久长。当我甲目罨摕落来，搁再看到五彩世界，有讲袂出的激动伫阮心肝内。原来青梅无看见，亲像一只孤鹏伫大海，茫茫渺渺真恐怖，一点仔安全感嘛无。人讲目睭是灵魂的窗仔门，真正是规丛好好，无错。失明的人袂当自由自在四界去，永远活伫黑暗暝。应该真无离别，不止啊辛苦在过日子。这节课实在真难忘，互我学会晓爱替人设想，爱互相体谅。因为亲身去感受，我将心比心，体会特别深。甲学着知识比起来，这是搁较重要的课程。咱对家己已经有的物件，永远毋知通保守，等失去了后，才知影贵重。所以目睭踢开，会当看到美丽的景致，是真幸运的代志。以后我会感恩佮知足，
用心去累积这种单纯的快乐，对阮所有的一切更加去爱护，这才是一世人上大的幸福。